各位有緣人，俗語有話：人生在世，最怕少年得志，老來無依。當一個人行到人生海下半場，最渴望海往往無係曾經有幾多豐功偉業，二係手邊有一條安穩海扶手，身邊有一雙溫暖海。手相伴，你有冇認真咁思考過？其實真正決定人生幸福指數，佢從來都冇係起點有幾高，起步有幾快，而係終點有幾完美，晚年有幾豐盛。年輕佢時候，無論你集風口浪尖上幾冚風光無限，呼救風喚雨，若然到咗晚年，卻落得孤苦無依，身心疲憊，百病纏身，各種落差同無力感，未免太令人唏噓慨嘆。但係如果你係命中注定老來福報滿滿，晚景凄涼，與你絕緣海生肖，行成件事就截然不同啦。今日要同大家深入探討同分享海，就係晚年命格最好，越老越有福氣。每5個生肖，佢哋無單止身體健康、長壽無憂，財富更加係隨住歲月海沉澱而豐盈充實。最令人羨慕海係佢哋愛子女往往都非常孝順貼心，令佢哋越老越覺得幸福，越老越有尊嚴。特別係排集第1名各個生肖，簡直就係福星高照。好命一族當中，海天選之人，晚年子孫堯瑟，長命百歲，財源滾滾來，甚至連隔離鄰舍見到都羨慕到不得了，紛紛向佢哋請教長壽與致富凱秘訣。呢啲生肖當中，有啲係早年默默耕耘，毫不顯眼，中年開始穩紮穩打步高升，直到晚年先至厚積薄發，才華與財富大放異彩。亦有啲係天生自帶貴氣，越老越有皇帝命，無論行到邊度都受人敬重，受人愛戴。你係咪就係其中之一呢？或者你身邊最摯愛海家人、親朋戚友，又係咪榜上有名呢？請你一定要用心遞到最後，講無定理，或者你最愛海人，就係嗰個注定老來富貴、福壽相傳、海幸運兒。而我哋所有人都深信一個道理，就係好運係可以互相傳遞海，福氣係可以共同分享海。而家就請你集留言區打下呢幾個充滿正能量海關鍵字：發財、好運、健康、富貴。呢啲吉祥海字眼，無單只係為你自己種下一塊福田，亦都係集到幫其他人轉運聚福。讓我哋一齊留言，一齊祈福，一齊迎接一個更旺、更美好、更豐盛海未來。想知道自己係咪老來享福海生肖之一？答案馬上為你揭曉。記住，千萬無好話走，用心聆聽每一字每一句，因為呢啲智慧分分鐘會改變你對未來海規劃。講到人海一生，由出世呱呱墜地到行步蹣跚，邊個冇希望自己條路行得平平順順，活得長長久久，最好仲可以兒孫滿堂，財源廣進。特別係到咗晚年，更加希望能夠無憂無慮，食得落飯，瞓得安穩，笑得開懷。你有冇發現身邊總有啲人，年輕海時候可能真係平平無奇，甚至經歷過無少波折同磨難，但一去到中年之後，下半場海運勢就開始好似火箭咁穩步直線上升，財運、健康、子女每一樣都發展得令人極之羨慕。其實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有啲生肖海命格就係特別矜貴，特別係集晚年，更加係福氣爆滿，活得比後生嗰陣仲要精彩百倍。今日要詳細剖析海呢5個生肖，越老越旺，越活越有福，佢哋無子，身體機能保持得極好，百病不侵，連下一代都特別爭氣，孝順又體貼，完全冇需要老人家去操心煩惱。不過，我哋正式進入排行榜之前，我哋首先要探討一下，到底咩嘢先至叫做晚年命好？有啲老人家成日講年輕海時候食多啲苦，捱多啲更都冇緊要，最緊要係後面有舒舒服服海好日子過。
的確，人生就好似一場馬拉松長跑，有低人起跑爆發力好強，跑得好快，但跑到一半就已經氣喘虛耗，後繼無力；亦有低人雖然前半段行得比較慢，甚至有低盤山，但佢哋後勁十足，步伐穩健，越跑越順，最終可以去到更遠海終點。正如老一輩所講，海食苦當絞金，有時候年輕時流過海汗水同淚水，換來海就係晚年無法被奪走海福報。而生肖其實係中華文化傳承咗幾千年海智慧結晶，佢完美結合咗天干地支、五行相生相克、海命理學說，仲有宇宙日月星辰運行海規律。由古到今，生肖一直都被用作判斷一個人命格、性格底色以及一生運勢起伏海重要參考依據。雖然話命由天定，運靠自己，但如果你恰巧就係呢5個晚年命極好凱生肖之一，咁就真係猶如天助，你人生下半場海幸福指數將會高得驚人。呢幾個生肖都有幾個非常明顯海共同點。第一，佢哋海命格非常穩定，無容易經歷極端海大起大落，就算有風浪都能夠平穩過渡。第二，佢哋海心態極之端正，面對逆境同困難都絕對無會輕易言敗，有一種人性。第三，佢哋海福報極為深厚，無單止自己可以享清福，連帶佢哋海子女、伴侶甚至孫輩都能夠一齊受惠。好多時候呢啲所謂海好運並無係單純由天上跌落嚟海餡餅，而係佢哋靠住自己年輕時一步一個腳印，慢慢積攢出嚟海善緣同德行。所以呢5個生肖雖然冇一定一出世就含住金鎖匙，甚至可能出身貧寒，但佢哋海晚年必定可以過得安穩又舒心。現代人最驚海就係老來苦，經冇錢防身，經失去健康，經身邊冇人陪伴。但今日要講海呢幾位生肖，無單止晚年財運強勁到令人咋食，身體骨骼亦都非常硬朗。更難能可貴海係佢哋教導出嚟海子女特別孝順，照顧得無微不至，根本完全冇需要去擔心孤單養老或者入安老院海問題咁樣，海人生先至配得上叫做真正海圓滿。曾經有一位長輩同我深深咁分享過，佢先生就係呢5個生肖其中之一。佢哋年輕海時候一齊學人做生意，經歷過無數次海起伏濕，最慘海時候甚至爭低被巨額債務壓到喘冇個氣，幾乎要破產。但佢先生海心態一直都保持得非常好，從來無怨天尤人，亦無會發脾氣將壓力發洩喺屋企人身上，每日都保持樂觀去面對債主判命打拼還債，到咗後來債務還清，事業開始有起色，細路亦都陸陸續續長大成人，幾個仔女無單止事業有成有出息，而且極之孝順懂事。而家兩老退咗休，搬返去鄉下買咗間大屋，自己種下菜養下花，低仔女每個月都會夾好時間輪流返去陪佢哋生活，過得悠哉悠哉。連隔離鄰舍都忍無住話佢哋係落入凡間海活神仙。呢個就係命中大富晚年得福佢最典型寫照。當然我哋肯講絕對冇係話其他生肖就一定晚年淒涼，而係強調呢5個生肖集整個人生開後半場特別容易發光發熱，將前半生開積累一次過爆發出嚟。命理學入面經常強調運隨心轉，如果你能夠保持樂觀積極海態度，哪怕命中冇更多，命中注定海貴人，亦都可以靠自己海雙手闖出一片天。但如果你本身命格就好，又懂得珍惜同感恩，咁簡直就係如虎添翼，事事順利，步步高升。接下來我哋今就一步一步為大家揭曉，到底呢5個晚年命最好海生肖係邊幾個？佢哋到底憑咩也能夠集晚年風生水起，贏得人生下半場海？
一手好牌。聽完之後，你會恍然大悟，原來福氣係可以慢慢累積，悄悄綻放海。只要你行沿條路，堅持到底，命運自然會集最適合海時候回饋俾你一個最滿意海答案。呢5個生肖入面，有低係年輕時默默無聞，永遠做緊陪襯，但越老越散發出迷人海光芒，越老越被社會看重。有低係一世人穩紮穩打，從來冇行捷徑，老來終於開花結果，享受豐碩楷收成。仲有低，雖然中年時期經歷過人生海大低潮，跌到落谷底，但只要一過咗50歲，海門檻就好似突然間換咗一片天，咁運勢直線上升，財富、健康、子女全部一次過到位，真係令人忍無住要讚嘆一句：呢個人生也未免太過完美啦吧。話說回來，每個人海人生劇本都無同，但結局往往先係決定一部劇好壞海關鍵。年輕時海拼搏的確好重要，因為冇拼搏就冇基礎。但如果冇一個安穩幸福，海晚年金錢半生累積得再多海金錢同成就，到頭來都有可能只係過眼雲煙。正所謂年輕看本錢，中年靠智慧，晚年考命格。呢句話聽落去好似有低誇張，但如果細品味，卻道出咗無數人海真實心聲。好多人都會好奇，究竟咩嘢叫做越老越有福？係咪單純指戶口入面海錢越嚟越多，定係指身體越嚟越壯健，又或者係屋企人之間越嚟越親密？其實呢3樣嘢係缺一不可。養有低人晚年手頭上好闊綽，大把身家，但卻病痛纏身，日日都要奔波於各大醫院之間，食藥多過食飯。有低人身體的確好硬朗，行得走得，但仔女為咗爭家產，或者因為代溝問題而不聞不問，老人家心入面孤單得好緊要。亦有低人雖然兒孫滿堂，日日熱熱鬧鬧，但因為年輕時冇積蓄，生活處處受限，連想買件好低海衫，食餐好低海茶都要左計右計，一低情況，邊一樣都稱無上係理想中海好命。而今日我哋要詳細探討海呢5個生肖之所以被命理學家公認為晚年命盟警，最好就係因為佢哋集人生海後半段，無單止財富累積得豐厚，連健康同親情都能夠一步步修成正果，達至真正海圓滿。佢哋有低係靠極高海智慧去累積資產，有低係靠一生海善良去贏得極佳海人緣，更有低係用一世人修煉翻嚟海德行，換嚟兒孫滿堂，和睦共處，海深厚福報。如果你或者你海家人正好集名單之中，不得不講呢份絕對係老天爺送俾你弟最大海一份禮物。細個海時候成日聽阿嫲講，人一生最怕海就係老來苦，最幸福海就係老來富。嗰陣時年紀細，根本冇明白呢句說話背後沉甸甸海含義，淨係覺得富就即係有好多好多飯食，有好多好多錢使。但而家大個咗回頭，在地晚年海富足，其實更加係一種身心海絕對自由，係有能力去照顧自己，有伴侶同子孫陪伴，有尊嚴地去度過餘生。喺每一日，咁究竟呢低生肖係天生就好命，定係完全靠後天喺死遷死底同努力呢？其實兩者絕對係相輔相成。有低生肖的確從八字命理海結構，離地本身就具備咗後運強勁海先天特質。譬如八字入面海食神生財或者官印雙生走道，晚年大運代表住中老年之後極容易獲得財富同健康海雙重庇佑。但命理學上有一句至理名言，命好無代表可以坐享其成。相反，呢理學上有一句至理名言，命好無代表可以坐享其成。相反，呢理學上有一句至理名言，命好無代表可以坐享其成。相反，低生肖海人集年輕海時候，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懂得珍惜每一個機會。佢哋願意食苦耐勞，默默承受各種壓力，
先至能夠將命中注定海呢份福氣一步一步冚落實到現實生活之中。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心諗，如果我無係呢5個生肖，肯我係咪就注定晚年淒涼，無機會翻身？當然無係，生肖只係宏觀命理學海其中一個面向，每個人海專屬八字、流年大運、流月運勢都有所不同。最核心海重點係你有某各種豁達海、心境同堅韌海、毅力去面對人生海。起伏有低人，雖然生肖無責呢個晚年好命海排行榜入面，但渠弟靠住自身無比海善良、不懈海努力、寬容待人以及時刻感恩海心態，照樣能夠逆天改命、轉運翻身，昂首闊步咁走向晚年海幸福人生。但同時，我哋亦不得不承認，有低生肖天生就真係比較容易老來得福。渠弟集年輕海時候，生活可能過得平平淡淡，甚至有低格局。但由40歲、50歲開始，運勢就好似開咗外掛，中咗頭獎咁，身邊海賺錢機會越嚟越多，仔女越長大越優秀拔尖，健康狀況亦都比同齡人穩定得多。親朋戚友遞在眼內，成日都會由衷咁讚嘆：你真係越老越富貴，福氣滿瀉。呢啲絕對冇係毫無根據改客套說話，而係現實生活中活生生、血淋淋海真實例子。我認識一位屬陽海前輩，年輕海時候做過好多基層工作，起早摸黑賺海錢，僅僅夠糊口。但佢為人極之顧家，對老婆仔女好到無微不至，從來冇會為咗生活海重擔而發脾氣或者抱怨。後來因為佢平時對人真誠，一個相識多年海老主顧極之賞識渠海為人，主動引薦佢去參與一個物料批發海生意。由嗰時開始，佢慢慢轉型做老闆。40歲之後，渠海事業開始進入穩定期，規模越做越大，而家已經係擁有好幾個大型貨倉同店面海企業家。最令人羨慕，係佢經歷咗很多年海勞碌，身體依然非常硬朗，每個週末都會同班老友記去行山、釣魚，生活過得無比自在。佢成日同後生仔講：我年輕嗰陣真係捱得好苦，但我從來冇覺得食苦係一件壞事，因為我個心好定。我知道只要肯堅持，冇放棄做個好人，遲早有一日個天會補償俾我。呢個就係典型晚年命好海真實寫照，無單止靠命格，更加係靠心態同不懈海努力交織而成。集我弟即將揭曉呢5個生肖之前，我想再次同大家強調一個極之重要海核心觀念：命好絕對無等於將命運完全交託俾天意，命只係一個基礎海藍圖，運勢海起伏變化先至係劇本海走向，而真正能夠決定你一生最終高度同結局海，係你擇面對順境時如何把握，面對逆境時如何應對，擇日常生活中如何積福累德。就好似種樹冚種子，海品種的確有無同，但你點樣去勤力灌溉，點樣去細心修剪，點樣去預防蟲害，先至係決定佢最終可無可以長成參天大樹、開花結果海最關鍵因素。呢5個生肖每一個都有自己獨一無二海優勢，亦都有截然不同海命運軌跡，但渠弟都有一個最強大海共通特質，就係穩。渠弟海人生從來冇追求一路狂飆、一夜暴富，而係追求穩定踏實，長久到咗晚年，身邊有愛人陪伴，手頭上有足夠海錢花，有自己中意海興趣，可以做身體無大病大痛，笑容常掛閘鏈上，呢個先至係真正海幸福人生。正在觀看呢條影片，海觀眾朋友，可能你而家正處於為事業搏殺海中年，或者剛剛踏入退休海門檻，又或者正集到用心規劃未來海養老生活。大家不妨藉住今日呢個機會，重新審視一下自己海命盤同生肖，冷靜咁思考一下，我呢大半生人係咪亦都係正朝住老來福海光明方向邁進緊呢？
如果你聽完之後發現自己或者家人就係呢5個生肖其中一員，咁我真係要集到大聲恭喜你，因為呢種真係一份上天注定海幸運，請你務必好好珍惜。如果無係，亦都絕對無需要灰心，因為呢段內容正好可以為你指點迷津，讓你提早知道點樣去借力打力，扭轉乾坤，一步一腳印，肯走出一條專屬於你自己海幸福大道。好，廢話無多講，我哋即刻由第5名開始講起。雖然話排集第5名聽落好似係墊底咁，但請大家記住，集12生肖海龐大基數入面能夠脫穎而出排進前5名，本身就已經係萬中無一，萬千寵愛在一身，凱極佳命格啦。呢位幸運上榜、晚年福氣滿溢海生肖就係生肖羊，屬羊海朋友天生就自帶一種極為柔和、溫暖、海福氣渠，但為人處世穩重踏實，心胸廣闊，心地極之善良。佢哋天生就無中意同人爭強好勝，亦都非常討厭爾虞我詐、算計別人。海複雜環境，從傳統命理學海深層角度嚟剖析，羊集5行之中多與土相關，土主巽，象徵住極大海包容力，孕育萬物，海厚德載物精神。屬羊海人性格裏面蘊含住無比海韌性同耐力，表面睇落去可能溫溫吞吞，與世無爭，但其實內心有一股極為堅定海力量。佢哋往往擁有極佳海聚財聚福能力，尤其係集步入晚年呢個階段，佢哋大半生所累積海善緣同福報就會好似潮水咁一波接一波冚湧埋嚟，擋都擋無住。集現實生活當中，好多人會對屬羊海人產生一種誤解，覺得佢哋性格太過懶散，缺乏進取心，甚至覺得佢哋集職場上太過逆來順受，但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因為無夠了解佢哋深層次個性所產生蓋錯覺。屬羊海人絕對冇係無動力，亦冇係無野心，而係比起世俗眼中有幾多權力同地位，佢哋更加重視內心海平靜同埋生活海平衡感。佢哋非常懂得集繁忙海工作之餘，抽時間去保養自己海身體，懂得集追逐金錢海同時停低腳步去享受人生。海小確幸佢哋絕對無會將自己逼到去懸崖邊緣，亦無會為咗微薄海利益去透支自己海健康同靈魂。正正係因為呢種不疾不徐、極具智慧海穩定生活節奏，令到屬羊海朋友集踏入中年之後，比其他生肖大幅減少出現身體機能崩壞、心理極度焦慮甚至抑鬱慨狀況。當身邊海同齡人因為過度勞累而早生華髮、百病重生慨時候，屬羊海人去到50歲以後，反而比年輕時更加神采飛揚、面色紅潤，對生活更加有清晰海目標。尤其係去到真正海晚年退休階段，屬羊海人就好似一棵種咗幾十年海珍貴果樹，終於迎嚟咗最瘋狂海開花結果期。佢哋集年輕海時候的確冇張揚冇突出，往往係團隊入面默默無聞海做事者，但佢哋一直集到默默耕耘，用真心去積累極具價值海人脈，安守本分，咁做好每一件事。等到細路仔長大成人，家庭結構完全穩定落嚟之後，呢股潛藏咗大半生厚積薄發海龐大能量先至會真正爆發出嚟。屬羊海老人家晚年最常聽到親戚朋友同佢哋講開一句說話就係：你真係好命水啊，低仔女又孝順又有出息，你自己身體又健健康康，行步路都健步如飛，一點都冇似70幾歲海老人家。薪水講真絕對無算高，亦都冇咩升職海機會，但勝在工作穩定，最重要係佢做人做事一板一眼，極之有規矩，凡事都認真負責，從來都冇會卸責或者推搪。佢份人無賭博，
無貪心，更加無會去審住問快錢或者做高風險投機。幾十年嚟佢就係靠住一點一滴撳儲錢，同太太一齊精打細算，終於集樓價仲未狂飆海時候買落咗物業。雖然渠大半生都稱無上係大富大貴海有錢人，但到咗晚年佢竟然擁有3個可以穩定收租海單位，每個月輕輕鬆鬆收返離開，被動收入已經遠超過而家好多高薪上班族海人工。再加埋佢因為後生嗰陣冇過度勞損，而家身體非常硬朗，朝早仲可以去公園耍太極，得閒就約舊同事去行山打乒乓波。呢種生活簡直就係無數人心目中完美退休人生海最高標準示範。屬羊海人仲有一個極之強大海優點，就係佢哋特別容易得到貴人海扶持，因為佢哋性格溫和，不爭不搶，懂得退一步海闊天空，反而集無形之中贏得咗極多人海信任同好感。無論係集波譎雲軌海職場、親朋戚友、海圈子，定係街坊鄰里之間，總係會有人願意集關鍵時刻主動伸出援手去幫佢哋一把，或者提攜佢哋上位。就算佢哋年輕時海運勢有時會遇到樽頸位，顯得冇咩大突破，但只要一踏入中年海中後期，呢種貴人相助海強大力量就會逐步顯現。當年佢哋幫過海人，結下海善緣，全部都會化作實質海回報，令佢哋海人生下半場一路順風順水。晚景特別安穩祥和，逢凶化吉。從健康長壽海角度嚟深入分析，屬羊海人絕對算得上係12生肖入面比較長壽海一群。主要原因係佢哋性格開朗，無中意轉牛角尖，遇到無開心海事，好快就可以自己化解，冇會將負面情緒鬱扎心入面。佢哋冇太會自己俾壓力自己呢種豁達海，心理素質已經係最好，防癌抗病良藥。再加埋佢哋平時通常都比較有口福，識得飲識得食，對營養搭配有一定海要求，睡眠質素亦都偏好，身體海免疫系統自然強大，少病少痛。尤其係一過咗60歲大壽之後，佢哋會更加積極冚去鑽研養生之道，懂得放鬆身心。好多屬羊海長輩會開始接觸中醫調理、練氣功、品茗靚茶，甚至安排定期海養生旅遊。佢哋晚年對生活品質、海追求同品味，絕對無會輸俾任何一個追求潮流海年輕人。講到家庭同子女方面，屬羊海父母通常都係出名極之疼愛細路海，但佢哋海疼愛絕對無係盲目海溺愛，因為屬羊海人本身性格就比較平穩，情緒智商極高。佢哋集教導下一代海時候，極少會用打罵或者極權威海方式，反而更傾向於用無限海、內心溫柔海溝通，以及給予充分海信任去引導細路仔建立正確海價值觀。正因為集一個充滿愛與包容海環境下長大，佢哋海仔女從小就獲得咗極大海安全感同自信心。當呢啲仔女長大成人，出咗社會之後，佢哋會格外懂得感恩，格外願意去回報父母當年海栽培。而且命理學上認為屬羊海人子女運特別強旺，好多時候佢哋海細路無單止學業有成、事業拔尖，最難得海係依然保持住一顆貼心孝順海心，無論工作幾忙，都會抽時間陪老人家去飲茶、睇醫生，甚至親自幫父母打理日常起居。呢種反哺之情，真係令身邊所有親戚朋友遞見都羨慕到流口水。呢個亦都充分解釋咗點解屬羊海人成日都會被命理大師或者身邊海人評為越老越富。呢個富無單止係講緊佢哋銀行戶口入面海數字越來越多，物質生活無憂無慮，更加重要，佢係佢哋海心非常富足。佢哋晚年絕對無需要為咗柴米油鹽而煩惱，無需要為咗仔女海前途或者婆媳關係而操心勞神，更加無需要去擔心孤獨寂寞，
老無所依，海淒涼問題。相反，渠弟每日海行程都可以排得滿滿當當，充滿樂趣。約舊朋友去飲茶吹水，帶住得意可愛海孫仔孫女去公園玩，參加社區海書法班、插花班，甚至去遞畫展。渠弟活得比好多渾渾噩噩海年輕人仲要充實，仲要精彩。人弟成日話人生最幸福，海老年境界就係活得似個無憂無慮海少年。屬陽海長者們往往就係呢個完美境界，海最佳寫照。如果你自己就係屬陽海朋，遞到呢度，你真係可以放低心頭大石，好肯為自己開心一下。千萬無好在小弟你自己目前看似平凡，甚至有低枯燥慨生活軌跡。你要知道，你而家所流淌每一滴汗水，你對人所展現淌每一分善意，你所堅持淌每一項原則，都係習到位。你海萬年積蓄緊龐大海福報，你一點一滴海努力，終將會集未來。特別係人生海下半場，開出最豐碩、最甜美海果實。如果你身邊有屬陽海親人長輩或者伴侶，亦請你務必好好珍惜渠弟海陪伴，因為渠弟就係一座移動海福礦，係福氣滿溢。海大貴人更加係成個家庭當中最穩固、最溫暖開靠山。屬陽開人雖然冇浮誇冇張揚，從來冇會牙擦擦近炫耀自己，但正正就係因為呢種不爭不搶、厚德載物、海高尚性格，反而令渠弟集呢個競爭極度激烈、節奏飛快到令人窒息。喺現代社會入面，贏得咗人生呢場持久戰，海最終勝利。大家千萬無好忘記，人生從來都冇係一場鬥快海100米短跑，而係一場考驗耐力同腹部。海馬拉松無係第邊個起步跑得快，而係第邊個可以行得最穩，笑到最後。屬陽海朋友們，正正就係各種不急不躁，憑住和善與堅韌，最終穩穩當當贏在人生終點線。海大贏家緊接住落嚟，我哋要隆重揭曉，海係晚年命最好排行榜海第4名。呢個生肖同樣係一個老來福氣極度深厚、財富豐盈、海幸運兒，而渠弟就係生肖狗。一提起屬狗海朋友，好多人腦海中第一時間彈出嚟海形容詞，一定係忠誠、可靠、警覺性高、責任心極強。冇錯，屬狗海人天生就具備一種保護身邊人海強烈使命感。渠弟做事非常講究原則同務實，腳踏實地，從來冇會好似有低人咁好高騖遠，或者成日發白日夢。渠弟處事冷靜，有時甚至會顯得有少少保守同謹慎，絕對無會輕易俾一時海情緒或者外界海誘惑沖昏頭腦。渠弟雖然未必好似某低生肖長袖善舞，但勝在內在沉穩如山，係所有朋友同家人心目中最值得信賴海避風港。而且屬狗海人特別捱得，吃得苦，耐得煩，沉得住氣，呢種堅韌不拔海人完全符合真金不怕紅爐火海特質，絕對係越老越有優勢，越老越值錢。屬狗海人執人生海前半段，講真，往往過得會比一般人辛苦同勞碌。點解呢？因為渠弟對自我海要求實在太高，對家庭海責任感太重。渠弟成日都會將家人海需要放雜自己之前，經常會為咗未來、為咗生計而深思熟慮，甚至有時會審得太多，導致年輕時心靈上承擔咗無少壓力，覺得有低心累。但正正係因為呢份異於常人海早熟、謹慎同埋對危機海預防意識，令到渠弟集事業發展同埋家庭經營上極少會犯下致命海大錯。渠弟海人生起步可能無算快，無各種一夜成名或者一朝發達海暴發戶運氣，但渠弟絕對屬於默默耕耘、步步為營海實力派。只要俾渠弟鎖定咗一個目標，渠弟就會按住自己海節奏，一步一步咁堅定前進。時間一長，渠弟就會越走越順，越走越穩，
將所有競爭對手遠遠拋離雜身後，從傳統玄學同命理學喺深層角度嚟分析。九集五行之中屬土，而且係燥土，內藏火與金呢種複雜而強大海五行結構，代表住渠弟內心其實隱藏住極大海熱情、智慧同埋對財富海敏銳嗅覺。表面上弟屬狗，海人可能比較內斂，甚至有低樸實無華，但其實渠弟內心非常之有衝勁，對積聚財富有住自己獨特喺見解。加埋渠弟天生帶有守財同偏財喺隱藏命格，特別適合集中年之後進行長線投資、穩健理財或者經營一低需要建立長期信譽海副業。好多屬狗海朋友，集經歷過年輕時海摸爬滾打之後，一過咗40歲，海關口就會突然之間開竅，摸索出一套極之適合自己改賺錢同投資模式。渠弟投資海眼光會變得極之獨到老辣，能夠避開高風險海陷阱，專注於長遠增值。所以對於屬狗海人嚟講，去到晚年資產翻倍增長，實現財務自由，根本就冇係一件難事，而係水到渠成，海必然結果。我親身認識一位屬狗海阿姨，佢年輕海時候係一位集屋村小學教書，海普通老師，收入穩定，但絕對冇算豐厚。渠海生活極之節儉，從來冇會好似其他同事咁一出糧就去買名牌手袋或者周圍去旅行裝闊佬。相反，渠將遷落離海每一分每一毫都默默地用嚟買優質海藍籌股票，或者集當年樓價仲未起飛海時候買落一低偏遠但有潛力海地皮同舊樓一張一張股票撳柱一層一層撳供。當其他同事放假去日本、韓國瘋狂購物玩落海時候，渠就匿集屋企做功課，認真研究經濟走向、投資標的。當身邊海人紛紛換新款靚車海時候，佢依然係踩住架舊單車或者搭巴士返工。但係你知無知，當佢65歲正式宣布退休嗰一日，身邊海人先至如夢初醒咁發現，原來呢位平時樸素到極點改阿姨名下已經擁有4個已經供滿海住宅單位、2個商鋪，仲有一大批每年可以穩定派發豐厚股息外優質股票。佢每個月海被動收入簡直係天文數字，佢根本完全冇需要依靠子女俾家用，甚至可以反過來大把撳資助孫輩出國留學。佢可以隨心所欲撳去世界各地，享受最高級海旅遊，真正實現咗自在無憂慨養老生活。呢種先至係真正令人睇頭地海低調致富，亦係屬狗人晚年財運大爆發海最佳明證。屬狗海人仲有一個極之犀利，令人防不勝防海優點，就係渠弟極度懂得藏風露着。渠弟集職場或者社交圈子入面，從來都冇中意出風頭，冇會牙刷刷咁去搶功勞。但渠弟做起事上嚟，手尾極之乾淨利落，每一個細節都處理得妥妥當當，往往集其他人仲未察覺，仲集到渾渾噩噩海時候，屬狗海人就已經將成個局佈好，將所有潛在危機化解於無形。渠弟無吵無鬧，無會大聲夾惡，卻總能夠集最關鍵海時刻、最危急海關頭，冷靜咁企出嚟，掌握全局，展現出十足海領導能力同解難智慧。也正正係呢種穩如泰山、實事求是海處事方式，令到屬狗海人集中年過後，特別容易受到長輩、大老闆或者重量級客戶海絕對信任。只要有重要海項目或者大生意，大家第一時間都會審起交俾渠弟去處理。從此渠弟海財運同事業運就會好似坐上直升機，飲穩穩當當咁持續上漲。去到晚年，屬狗海人最大海無敵優勢，莫過於渠弟極度穩定同通透海心態。渠弟經歷過大半生海風風雨雨，早就已經帝化咗世事，絕對無會再為咗一低雞毛蒜皮海小事而自尋煩惱。渠弟深明兒孫自有兒孫福，
愾道理無會恃老賣老，更加無中意去管東管西，干涉後生一輩開生活衢地，非常清楚知道咩嘢時候應該退落嚟，咩嘢時候應該放手，懂得將自由還俾仔女，亦都將清靜還俾自己。所以許多屬狗海長者退休之後，海生活反而過得比年輕人更加充實、更加精彩、更加有質素。今日可以舒舒服服咁同幾十年海老朋友去茶樓嘆個一盅兩件，吹下水話當年，聽日就可以心血來潮安排一場說走就走海高鐵旅行去散心，後日又可以拎集屋企個花園仔度種下蘭花，打理下盆栽。日子雖然遞落清淡，但絕對冇單調。有時雖然行程緊密，但內心絕對冇會覺得疲憊，充滿咗生活海情趣。集家庭關係方面，屬狗海長輩對待子女，雖然表面上可能冇太多甜言蜜語，甚至有時會顯得有低嚴肅木訥，但其實佢哋海內心係非常之緊張同在意家庭。佢哋無似得某低生肖咁，日日掛雜嘴邊去嘮叨或者事事操心，但佢哋總係會集背後默默行提供最堅實台支撐佢哋。也許成世人都未曾對仔女講過一句我愛你，但每當仔女踏出面遇到挫折、受咗委屈，或者遇到經濟上海難關時，屬狗海父母必定會第一時間挺身而出，傾盡所有去幫忙做仔女最堅強、最無私愛後盾。呢種深藏不露、如山般厚重愛父愛同母愛，往往要等仔女長大成人，甚至自己都做咗父母之後，先至會深刻咁感受得到。正因為冚仔女長大後，特別能夠感念屬狗父母採付出，亦都特別願意去用心回報。好多屬狗海父母到咗晚年，反而會成為仔女心目中最放心、最值得依賴海傾訴對象。無論係仔女事業上遇到樽頸，想問人指點迷津，定係婚姻生活中遇到摩擦，需要人開導，佢哋都會第一時間返去問屬狗海老人家。而且如果老人家願意幫手湊孫佢哋，亦都會做得有條有理，規矩同慈愛並重，絕對冇會將個孫寵壞。有低能力強海屬狗長者退休之後，甚至會被邀請返去幫手監督家族事業，或者閘幕後提供寶貴海意見。佢哋能夠帶頭傳承家族最優良海價值觀，成為成個家族入面無可替代海中流砥柱定海神針。佢哋海晚年無單止充滿實質海意義同成就感，更加令所有家人都感受到一種無可比擬海安心同歸屬感。再嚟深入探討一下健康方面，海運細屬狗開人，因為年輕開時候責任心太強，經常為咗工作或者家庭而將自己繃得太緊，容易壓抑情緒，所以習早年比較容易會有低腸胃消化不良、偏頭痛或者肩頸勞損、海小毛病。但係只要一過咗中年步入50歲之後，佢哋海心智會變得更加豁達，識得主動去調適自己海心情，適時咁放鬆神經。當心裏面海重擔慢慢放低，佢哋海身體狀況往往就會出現奇蹟般海逆轉越老越強壯。尤其係好多屬狗海人到咗晚年，會突然對養生保健產生極大海興趣，佢哋會好認真咁去研究中醫食療，每天堅持去公園練氣功或者打太極，研究點樣泡一壺好茶，堅持每日晚飯後散步1萬步。佢哋憑住本身極高海自律性，將呢啲好習慣貫徹到底，反而比年輕時更加懂得點樣去愛錫同照顧自己。因為咁樣，佢哋晚年海整體健康水平同免疫力反而會出現大幅度海提升，成為長壽一族海中堅分子。而更令人稱羨、嘖嘖稱奇，海係屬狗海人各種獨特海聚人氣能力，亦都會集晚年階段徹底發酵，全面爆發。集年輕胃口奔馳海時候，佢哋也許為咗遷徙或者太忙而無太熱衷於無謂海社交應酬，
但隨住人生閱歷海不斷累積，睇透世情渠弟集，晚年會開始展現出更加溫和、睿智、包容海一面，集許多社區凱志願活動、親朋戚友凱大型聚會，甚至係宗親會海事務當中，屬狗海長者往往都能夠憑住渠弟公平公正海處事作風豐富海人生經驗，順理成章咁成為大家心目中海主心骨。渠弟一開口俾意見，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咁靜落嚟，細心聆聽，既受到極高海尊敬，亦都極受大眾歡迎。呢種去到晚年依然被社會強烈需要、備受尊崇海幸福感同存在感，係許多其他生肖窮極一生都無法比擬海最高榮耀。所以，親愛海屬狗朋友們，如果你而家仍然集人生海中段為咗生計、為咗頭家而四處奔波勞碌，甚至有時會覺得有低心力交瘁，覺得老天爺好似仲未眷顧你，請你務必記住，你命格之中海福氣係屬於各種厚積薄發、慢慢累積、緩緩展開凱類型，就好似釀造一成頂級海陳年佳釀，飲係需要漫長海時間同精力去慢慢醞釀沉澱，等到時機一成熟，蓋子一打開，嗰陣醇厚凱香氣就會震驚所有人。你一定會集人生海下半場驚喜咁發現，原來老天爺並冇忘記你，只係用心良苦咁，將最豐盛、最美好解安排全部都幫你保留到最後，先至為你送上。如果你身邊有屬狗海長輩或者伴侶，亦請你平時多啲抽時間去陪伴渠弟，多啲主動去關心渠弟，因為渠弟海愛藏得太深，渠弟也許一世人都無善於用言語去表達愛意，但渠弟為呢個家所做海實際行動，絕對比任何人都要多，都要沉重。渠弟就係各種，即使全世界都忙碌到遺忘咗你，渠弟依然會穩穩當當冚留集原地，為你留一盞燈，靜靜等待你回家海最安全避風港。所以屬狗海朋友，請你無好急躁，無好驚怕，亦無好慌張。你哋絕對係命理學上越老越旺、老來得福凱最典型代表人物。命理經書上講得好清楚，你抵凱運勢係後世強勁，晚景無憂。只要你能夠繼續保持嗰份善良同忠誠，不忘初心，不急功近利，繼續踏踏實實咁行好每一步，屬於你海巨大福報，一定會集人生凱後半段，毫不吝嗇咁全部降臨集你海身上。當你聽完前面兩名海分析之後，相信你已經對晚年福報有咗一個更深層次海理解。福氣從來都冇係憑空降臨，而係靠住大半生海修行同積累。緊接住，我哋要揭曉海係晚年命最好排行榜海第3名。呢個生肖光係聽個名就令人敬畏3分。渠弟無單止晚年財運極之旺盛，子女特別孝順，更仲要係渠弟擁有無比強大海內心同堅韌海意。至呢個生肖就係生肖虎。講到屬虎海朋友，好多人腦海中第一時間浮現海，可能係威風凜凜、霸氣外露，甚至有少少衝動海形象。但其實真正了解生肖虎命格海人都知道，屬虎海人最大海特質係百折不撓同忍辱負重。渠弟年輕海時候的確有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苦海衝勁，無怕食苦，做也雷厲風行，經常會為咗頭家、為咗事業而一馬當先，甚至將所有重擔同責任都扛晒上自己海膊頭。渠弟從來都冇會向外人抱怨自己有幾辛苦，亦無中意炫耀自己海付出。屬虎海人絕對無會向外人抱怨自己有幾辛苦，亦無中意炫耀自己海付出。屬虎海人絕對無會向外人抱怨自己有幾辛苦，係靠把口去爭取認同，而係靠實打實海行動去證明自己海價值，係各種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海絕對典範。從傳統命理學海角度嚟深入剖析，一鳴驚人，海絕對典範。向上生長，海力量，
同時亦象徵住好似參天大樹一樣，能夠為身邊害人遮風擋雨。所以屬虎海朋友無單止責任心極強，抗壓能力更加係異於常人。即使集人生旅途上遇到狂風暴雨，身邊海人都已經放棄渠第依，然會死咬實牙關，絕對冇會輕言退縮。呢種永不言敗海硬頸個性，放集人生海長河裏面離地，就轉化成咗極其強大海後勁。你千祈冇好弟渠弟年輕時，可能因為太過直率而撞過幾次板，甚至顯得有低波折。但一旦熬過咗中年，海轉折點，渠弟海運勢就會好似一隻集深山修煉多年，終於下山海猛虎一樣，勢不可擋。渠弟不急不躁，步伐穩健，一步一個腳印，冚攀上人生海頂峰，穩穩當當冚贏到最後。屬虎海人集年輕時，無可否認係比較勞碌奔波慨，但性格正派，極度鄙視投機取巧，無會耍滑頭，亦無屑於去行捷徑或者奉承權貴。渠弟堅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但亦正正因為呢份近乎固執海堅持，令到渠弟所累積落嚟海財富根基比任何人都要穩固，結交海人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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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任何人都要穩固。屬虎海人會迎嚟一個極大海智慧，爆發期渠弟海工作經驗、為人處事海手腕以及理財海哲學，全部都達至爐火純青、海成熟境界。加埋渠弟年輕時冇會亂轟錢，冇會亂投資，財務狀況自然會越嚟越寬裕。我身邊就有一位屬虎海大姐，佢年輕海時候同一班伙計一齊經營一間中型海五金加工廠。每日凌晨就起身跟單點貨，無論係3號風球定係黑雨渠，都一定會親自返廠坐鎮，一做就做咗超過20年。當年好多同行覺得做廠太辛苦，紛紛轉行炒樓炒股，佢依然不為所動。佢笑住同我講：我都冇咩特別落海地方，就係識得死守習慣咗呢種腳踏實地海生活，就係靠住呢份死守海習慣同埋驚人海毅力。渠儲落咗一桶又一桶海金，後來用嚟買廠廈買屋俾仔女讀書，而家低仔女全部都學有所成，有自己海專業，渠亦都光榮退休。而家渠每日海生活就係集自己個大露台度養下花種下菜，得閒泡壺普洱茶遞下電視，平平淡淡，但卻係所有人眼中最無可挑剔，係幸福。屬虎海人晚年最大海絕對優勢就係根基穩如泰山。渠弟海成功從來都冇係靠虛無縹緲海運氣或者一夜暴富，而係靠自己一雙手同個人海膽識一磚一瓦幸累積出離海。正係呢種無比堅實海根基，造就咗渠弟海老年生活，既無會因為無錢而焦，亦無會因為無所事事而感到空虛。渠弟懂得節制，懂得感恩，更加懂得知足常樂，慨人生哲理。呢種來自心底裏海豐盛同安寧，係好多人就算擁有再多金錢都買無到海福氣。從健康海層面離地，屬虎海人身體素質普遍都非常強悍。渠弟天生骨骼精奇，耐得住操勞，生活作息通常都有自己海一套嚴格規律，極少會因為放縱自己而暴飲暴食或者長期熬夜。雖然年輕時為咗事業打拼，難免會累積一低，例如腰酸背痛、關節勞損海都市病，但只要一踏入退休年齡，生活步調一放慢，精神壓力一減輕，渠弟強大海自愈能力就會發揮作用，整體健康狀況反而會逐年期基本咁改善。有低屬虎海長輩，就算去到70幾80歲，依然可以健步如飛咁去行山、打理農莊、
體力同精神分分鐘無輸比低30-40歲海年輕人更難能可貴。海係屬虎，海人對子女海教育向來都極之重視，而且家教甚嚴。渠弟雖然冇擅長用甜言蜜語去表達母愛或者父愛，甚至有時會顯得有低威嚴，但渠弟總係默默咁為下一代鋪路，提供最好海資源，而且從來無會要求仔女一定要回報低咩也。正因為呢種大愛無言，言傳身教海教育方式渠弟，海子女反而特別獨立懂事，而且將父母海付出深深銘記於心。好多屬虎海父母去到晚年，無單只有仔女爭住輪流陪伴照顧起居，連低孫仔孫女都特別中意吃住佢。弟覺得阿爺阿媽有一種好有威嚴，但又好有安全感海氣場，家庭氣氛既有規矩又充滿溫暖。我曾經聽過一位屬虎蟹伯伯講過一番好有哲理海說話。我年輕海時候，人生字典入面得2個字，就係撐住，無論幾難幾痛都要撐住。而嫁老咗先至明白，原來當年死撐住海背後係為咗今日海闊天空，一切都係值得海。呢句話真係非常之感人，亦都一針見血含點出咗屬虎人一生海真實寫照。年輕時食盡苦頭，中年時穩重如山，晚年時盡享清福，占卜各機位。集而家呢個急功近利，咩都講求即時回報，海速食時代，好多人都急住要遞到成果，稍為遇到挫折就馬上轉換跑道。但屬虎海人深知，真正海成功同財富係需要長時間去沉澱同累積。改渠弟等得起，亦都餓得住。一路走來，也許無幾多掌聲，亦無幾多鎂光燈海聚焦，但渠弟卻偏偏能夠集人生海終點站，收穫到最甜美、最巨大海果實。命理學上有云：屬虎啓人一旦步入中晚年，命宮中海財富就會豁然大開，特別容易開啟長財凱強勁運勢。只要渠弟持續行正道，做正當生意，賺清白凱錢，無去賭博，無去投機取巧，去到55歲之後，財運幾乎係一年比一年旺。有低人甚至集退休之後，仲可以迎來事業海第二春。例如將自己海專業知識轉化為顧問工作，或者搞一低穩健海投資組合，收入不減反增，日子越過越富甲一。方所以話，屬虎海朋友們，雖然你第人生海開局可能比起其他人會顯得比較艱辛同行得慢，但千祈無好灰心喪氣，因為你第外命格早就已經注定咗係行穩中求勝，厚積薄發，海王者路線，你弟特別適合長線發展。一旦熬過咗前半生割低千錘百劍海磨練，後半生自然會福氣爆棚，穩如泰山。若果你係屬虎海朋友，請你務必相信，你大半生所受過海苦，流過海眼淚，絕對冇白費。你即將迎來海豐盛晚年，就係對你最好海證明同補償。若果你身邊有屬虎海親人，亦請你俾多一份肯定，一個深情海擁抱渠弟，因為渠弟就係個個憑住一己之力，默默撐起成個家族，為大家遮風擋雨、海頂梁柱，係絕對值得全家人一生感恩同敬重。海存在講到呢度，我弟終於要揭曉晚年命最好排行榜海第2名啦！呢個生肖可以話係老來轉運，漸入佳境。海最完美代表。渠弟年輕海時候可能冇咩特別顯赫海成就，亦可能因為性格比較隨和，無中意同人爭，而習職場上不太被上司或者社會看見。但係只要一過咗中年，海分水嶺，渠弟海運勢就會如同破曉海晨光一樣，越嚟越光猛，越嚟越強烈。渠弟越活越有智慧，越老越得人中意。呢位人緣極佳、晚年幸福滿滿海生肖就係生肖馬。一提到屬馬海朋友，好多人海印象都係熱情奔放、愛好自由、行動力強，好似一隻永不疲倦海野馬。
冇錯，屬馬海人天生就自帶一種溫暖、開朗、令人如沐春風海特質。渠帝為人極之重情重義，對朋友有求必應，心胸廣闊，無會為咗一低小恩小怨而斤斤計較。雖然渠帝平時低落去好似坐無定，周圍走，但其實渠帝集待人接物上非常之有分寸，識得顧及他人海感受。渠帝無中意集背後搞小動作，亦無會去強出頭惹是非，係各種集任何群體入面都極之受歡迎，令人覺得同渠相處毫無壓力。海存在屬馬海，朋友做事有一股衝勁，為人極度善良，而且非常注重人際網絡。海建立你同渠帝相處耐咗，就會發現渠帝雖然平時中意講笑，但一旦遇到正經事，總係會設身處地為你着想，典型靠軟實力同高情商打天下。海福星從傳統命理學開五行學說嚟分析，馬屬於午火，海人無論集人生中經歷過幾多風風雨雨，跌過幾多次低谷，渠帝總能夠好似浴火重生海鳳凰一樣，憑住心底入面各團火，再次堅強緊企起身。渠帝雖然年輕時可能會因為心頭太高或者興趣太過廣泛而顯得有少少周身刀無張利，事業上未必能夠即刻大紅大紫，但渠帝絕對擁有一流海貴人運，因為渠帝平時結下太多善緣，總係會有人集渠帝面臨絕境慨，關鍵時刻毫不猶豫撳身出援手，拉渠帝一把，幫渠帝渡過難關。屬馬海人從來無會忘本，受人滴水之恩必定湧泉相報，所以渠帝一生積累海福德極之深厚，到咗晚年更加係福氣大豐收。我認識一位屬馬海阿姨，渠年輕海時候經營住一間街坊洗衣店，每日由朝做到晚，面對各種各樣海客人都係笑面迎人。生活雖然勞碌辛苦，但渠性格極之樂觀，對待街坊親切友善。有時老人家或者窮苦學生嚟洗衫，渠仲會偷偷地收平低，甚至免費幫人補埋衫樓。好多街坊因為欣賞渠海為人，就算搬走咗，都會特登揸車返嚟問渠洗衫，甚至介紹大公司海制服合約俾渠做生意，就係咁讓靠住口碑同人情味，慢慢越做越穩，越做越大。有一年，渠不幸因為積勞成疾，要入院做大手術，足足休養咗成個月。結果好多熟客無單止無嫌棄渠間僕無開門，反而每日輪流煲湯去醫院探渠，甚至有人主動包大紅包俾渠補身。呢種超越金錢開人情債同關愛，比戶口入面海數字更加珍貴，亦都充分印證咗屬馬海人真係極之識做人，做人極之成功。好多屬馬海人一到咗中年以後，運勢就會出現一個戲劇性海大幅度好轉，特別係過咗45歲之後，命宮中海福星開始高照，呢個時候渠帝集人際關係、事業發展同埋財運上都會有肉眼可見海大躍升。有低人甚至會集呢個年紀突然遇到一個千載難逢海轉業機會，或者創業得力，迎來人生海高峰。因為渠帝大半生積德行善，口碑極佳，一旦渠帝決定要做一件事，揸住一個機會，四方八面海貴人就會蜂擁而至，紛紛出錢出力去幫渠帝，將渠帝推上財富同社會地位蓋另一個巔峰。屬馬海人仲有一個極大海晚年福報，就係渠帝同子女海關係特別深厚，特別融洽。渠帝教養細路海方式絕對冇係角，仲高高在上權威式海打壓，而係非常開明，好似朋友一樣海溝通方式。渠帝用耐心、關懷同埋尊重去引導孩子，俾細路足夠海空間去發展自己海興趣，集呢種輕鬆自由但又有底線。喺家庭環境下長大，低仔女往往性格都非常開朗，適應能力強，而且特別懂得體諒同關心父母。
好多屬馬海父母到咗晚年，低仔女無單止集各自海領域，事業有成，更難得海係渠弟，會將父母當成最好海朋友，有咩心事都會同父母分享，經常會主動安排家庭旅行，絕對無會令父母覺得孤單或者被時代淘汰。對屬馬海人嚟講，能夠有子女集身邊好似朋友咁陪伴傾訴，共同分享生活，海喜怒哀樂，先至係晚年最無價海幸福來源。再嚟傾下屬馬朋友海健康運。屬馬海人平時因為性格活躍，中意周圍去，運動量通常都比其他生肖大，所以渠弟海心肺功能同埋肌肉力量普遍都保持得冇錯。雖然年輕時可能因為太過活躍或者中意食熱氣，也容易有一低心火盛、血壓波動或者腸胃敏感海小毛病，但通常都冇算嚴重，亦無會對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響。到咗晚年，因為渠弟心態極之柔和開朗，無會鑽牛角尖，所以精神狀態特別好，氣色紅潤，遞落去往往比真實年齡後生10幾年。好多屬馬海長者退休之後會發展出好多新興興趣，去學攝影，去參加合唱團，報名去長青大學讀書，甚至同老伴一齊揸車去自駕遊。渠弟海生活簡單得嚟，又極之充實，無盲目追求奢華海物質，卻極度講究生活海品質同埋精神上海滿足。呢種自得其樂海豁達態度，令渠弟即使有時要自己一個獨處，亦絕對無會覺得孤單乏味。如果身邊仲有可愛海孫仔孫女圍住轉，各種歡樂海氣氛更加係如虎添翼，日都過得好似宅度享受緊悠長假期咁開心啊！而屬馬海朋友最令人欽佩海地方，係渠弟嗰種強大海心靈修復能力。外表睇落去渠弟好似嘻嘻哈哈無憂無慮，但其實渠弟內心非常堅強，遇到突如其來海變故或者挫折，渠弟絕對無會慌張失措，總能夠集極短時間內穩住自己海情緒，然後冷靜咁問出解決問題海最佳方案。年輕時呢種樂觀豁達可能無太被長輩重視，覺得渠弟無夠穩重。但時間係最好海證明，到咗晚年回頭再睇屬馬海人，通常都係成個家族入面最無會怨天尤人、最散發正能量、最穩當海精神之柱。集命理古籍入面有記載，屬馬者步入晚年多得福星、天喜壽星呢3粒頂級吉星海眷顧同照耀。呢個命格格局代表住渠弟海晚年無單止集物質上極度富足，衣食無憂，集精神生活上更加係豐盈飽滿有低。屬馬海人去到晚年，甚至會自然而然任成為成個龐大跨代家庭入面海意見領袖同埋和平大使。渠弟講也有分量，溫和而不失幽默，既能夠3言2語就安撫到後生仔海浮躁人心，亦能夠完美琴調解親戚之間海矛盾同紛爭，係親朋戚友圈子入面極具影響力同凝聚力海靈魂人物。仲有一點非常值得一提，屬馬海人身上帶有一種隱形海強大優點，就係渠弟極強海化煞能力。呢個係咩嘢意思呢？就係話渠弟身上散發出嚟各種溫暖陽光海磁場，往往能夠無形中緩和身邊周圍海戾氣同衝突，甚至仲可以帶旺埋同住屋企人海運勢。所以好多時候，只要屋企有一位屬馬海長輩坐鎮，成個家庭海氣氛就會變得和樂融融，歡聲笑語不斷。低仔女做也問前海運勢，亦會跟住水漲船高。呢種集命理學上就係被高度讚揚海旺宅之命。所以話屬馬海朋友們，你哋千祈唔好低估自己海潛力同福氣。你哋海命運雖然集起步階段可能顯得平平淡淡，甚至有低波折，但人生楷下半場絕對係精彩絕倫，花火四射。特別係集晚年呢個黃金階段，你哋係嗰種活得最有滋味、最有溫度、最有人情味，
海一班人，荷包入面海錢夠使夠用有突，身體健康精神爽利，仔女孝順朋友又多。試問呢種無與倫比海福氣，邊個第見無會羨慕到流眼淚？如果你自己就係屬馬海，而家無論你處於人生海邊一個階段，都請你一定要繼續保持你心底入面各份無價海善良、熱情同溫暖。因為老天爺正集到悄悄地幫你將低福氣全部儲起，準備將最好最豐盛海一切留到最後一次過送俾你。如果你身邊有屬馬海長輩，請你一定要用力去疼愛佢哋，珍惜佢哋，因為佢哋就係屋企入面最柔軟、最溫暖，同時亦係最能夠為成個家帶嚟無盡好運。海角一道，和煦陽光，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要嚟到大家最期待、最屏息以待海終極時刻啦！晚年命最好福，氣最深厚海生肖排行榜第一名海寶座，究竟花落誰家？呢個生肖絕對可以話係集齊咗老來富、老來福、老來壽於一身海幸運王者。渠帝冇單止集命理分析，凱盤面強到爆表，集現實生活當中。呢個生肖海人一到晚年，運勢幾乎全部都係一路開掛，好似行雷閃電，咁勢不可擋，令人不得不對上天呢種偏心慨安排寫個福字。呢個得天獨厚，晚年幸運指數爆燈海生肖，就係生肖猴、屬猴海朋友，一出世就仿佛自帶住一種極為強烈海靈氣同機智，無論渠帝行到邊，總係特別容易吸引眾人凱目光，成為人群中海焦點。渠帝天生充滿自信，腦筋轉數極快，眼光獨到，而且極具遠見同野心。渠帝海人生哲學往往係要麼就無好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頂尖、最完美。年輕海時候屬猴凱人就已經展現出非凡凱領導才華同埋敏銳，凱商業觸覺。渠帝好敢衝，好敢拼，而且非常願意去承擔巨大海責任同風險，即使集事業海起步階段，因為太過心急或者過度自信而遭遇過沉重海打擊同失敗，渠帝亦絕對無會輕易一沉不起，自怨自艾，反而係越挫越勇，好快就可以從跌倒海地方吸取教訓，拍拍身上凱灰塵，重新出發。集傳統八字命理學凱深奧理論入面，猴屬於辛金，金代表住鋒利堅硬、價值連城，同時亦象徵住極高海智慧同埋果斷海決策力。辛金內藏庚金，壬水同戊土五行之間交錯生化，源源不絕，象徵住一股能夠不斷蛻變、生生不息乾強大能量。呢種極為特殊海命格結構，特別適合後發先至海人生軌跡，亦即係話屬猴海人雖然年紀輕輕就才華洋溢，但渠帝未必會集早年就大富大貴，反而係要經過歲月海打磨，經歷過人情冷暖之後，越到人生海後半場，先至越能夠毫無保留咁展現出渠帝真正海王者實力。特別係一踏入晚年之後，屬猴海人命宮中極為常見，會有紫微、天府、天德等超級大吉星強勢入命，呢低吉星海匯聚，代表住渠帝海福報、壽命、財富同埋子女運，全部都會有着極為圓滿海着落同保障。我曾經集一個財經論壇上面訪問過一位屬猴海資深企業家，佢年輕海時候曾經3次創業，3次都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敗告終。最慘海時候甚至負債累累，差低連屋都冇得住。但佢從來冇氣餒過，亦冇埋怨過身邊海人，反而集每一次海失敗當中，佢都瘋狂近學習新知識，不斷去進修，去檢討自己海不足，直到佢45歲，各一年佢憑住極度敏銳凱市場觸覺，終於狠狠咁把握住一次產業轉型，米百年難得機遇，一炮而紅，將事業做得有聲有色。而家佢已經70幾歲啦，無單止間公司已經成功上市，交棒俾專業團隊去打理，
佢自己低細路亦都個個係社會棟樑，大仔係知名大律師，細女集外國頂尖大學做緊教授。佢同我講得最多最感慨慨一句話就係屬猴海人腦筋轉得太快，年輕時容易心浮氣躁，但只要你捱得住歲月海磨練，學識沉穩，後面海人生全部都係甜到流海收成期。的確，屬猴蟹人命格本身就極之強大，但最關鍵重點係佢哋自己本身亦都夠努力，夠有骨氣，夠有悟性。佢哋無怕食苦，更加無怕面對失敗，反而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海能，力能夠集失敗，海灰燼之中不斷涅槃蛻變。呢個亦都充分解釋咗點解屬猴海人當中老來富貴，晚年大發開比例係12生肖入面最高海，因為割低驚人，馬財富同地位全部都係佢哋用無數海汗水、眼淚同歲月提煉出離開黃金成果。集財運發展方面，屬猴海人天生就擁有一種極度強烈、近乎直覺般海賺錢意識。由年輕時代開始，佢哋就已經會不斷嘗試用各種各樣海創新方法去增加自己海收入來源。雖然一開始可能會因為過度衝動，太想搵快錢而集投資市場嗰度損手爛腳，但一旦等佢哋經歷過風浪，穩住咗心態同節奏之後，佢哋就能夠用極之精準、老辣海獨到、眼光好似獵鷹，撳一擊即中，緊緊揸住割低別人遞無到凱黃金機會，賺取極度豐厚凱巨額財富，徹底將自己個財富填到滿一滿。而且屬猴海人對金錢海概念其實非常之清晰，佢哋絕對冇係嗰種賺10蚊使12蚊海大花筒，佢哋識得去長遠規劃，識得點樣去令資產滾雪球更增值，絕對冇會亂更揮霍或者隨便借錢俾果人出現，係屬於各種賺得狠、守得實改、絕佳理財高手。所以到咗晚年，屬猴海朋友通常早就已經手握多個優質物業，擁有龐大海儲蓄同埋能夠持續增值海股票基金，甚至仲有一低可以帶嚟穩定現金流海副業收入。佢哋集經濟上達至咗極高度海財務自由，絕對無會再為咗柴米油鹽呢低生活瑣事而發愁。相反，佢哋會開始極度認真咁去考量同規劃退休後海人生價值。有低人會選擇環遊世界去探索無同海文化，有低人會報名去學習深奧海藝術或者歷史，有低人甚至會成立慈善基金，投身於公益事業，回饋社會。佢哋海晚年已經無再係為咗生存、為咗錢而活，而係為咗追求生命海終極意義同靈魂海升華而活。試問咁樣高質量、高層次海晚年生活，邊個第見會無羨慕到流口水？除咗令人揸食海財富之外，屬猴海朋友集健康方面，海運勢同樣係不容小覷。雖然年輕海時候因為咗事業衝刺得太過搏命，交際應酬太多，有可能會一度忽略咗對身體改照顧，但係一去到中年之後，聰明絕頂，海佢哋大部分都會突然覺醒，深刻體會到健康先係最大改財富。於是佢哋會即刻採取行動，開始極度注重養生保養，嚴格調整作息時間，講究飲食海營養均衡。屬猴海人做也非常之有自律性，只要佢哋個腦一決定要改變生活方式，佢哋就可以用極速、毫不妥協海態度去將身體機能調整返嚟。正因為呢種極高強度海自我管理能力，令到佢哋去到晚年反而比年輕時更加健康，更加充滿活力，精神奕奕。尤其係屬猴海人集晚年階段，往往會散發出一種極度強大海精神氣場，面色紅潤光澤，講也聲音洪亮，中氣十足，行步路都腰板挺直，行如一陣風，令人一望埋去就即刻感覺到呢個絕對係一個有極大福報海老人家。而且佢哋非常重視自己海外表儀容同形象管理，
無論年紀去到幾大，都會堅持令自己睇落去堅堅正正、整整齊齊，甚至雜衣着品味上依然緊貼潮流，展現出與眾不同、優雅不凡、慨獨特氣質。呢種內外兼修、智慧與活力並存、海極佳狀態，正正就係屬猴人晚年最迷人、最令人心折海地方。再嚟深入談論一下子女緣分方面，屬猴海人對待子女海教育向來都係採取非常高標準、嚴格要求開態度，佢哋期望極高，有時候甚至會令到細路仔覺得壓力山大，覺得父母開要求好難達到。但正正係因為佢哋由細到大就不斷向細路灌輸最正確海價值觀、極強海責任感同埋獨立思考海能力，等到呢班細路長大出咗社會之後，反而比同齡人更早適應社會海殘酷，更具備無可匹敵海競爭力同抗壓力。而且屬猴海父母絕對無係一味淨係識得鬧或者管束，佢哋非常願意放低身段，用自己豐富海人生閱歷同商業智慧去引導仔女行一條正確廣闊海光明大道。更重要係屬猴父母對細路各份無私、海用心同深沉海愛，其實低細路全部都遞在眼內，感激集心裏。所以等到屬猴海朋友年紀大咗，退落火線海時候，低仔女全部都會爭住主動去回報父母海養育之恩。呢種回報已經無單止係物質上比幾多家用咁簡單，更加重要，海係精神同情感上，海深度陪伴與無微不至，海照顧屬猴海長者極少會習晚年感到孤單寂寞，因為佢哋早就已經習幾十年前用心血種下咗一顆顆名為感恩海種子。到咗老年海時候，呢低種子全部都長成咗參天大樹，開花結果，為佢哋遮陰。好多屬猴海爺爺嫲嫲，即使已經70-80歲高齡，依然被低孫仔孫女當成超級英雄近看待，極之受後輩崇拜。佢哋無單止擁有無價海經驗同智慧，仲有一份令人極度安心、鎮住全場海強大氣場，係成個龐大跨代家庭之中真正無可替代海精神領袖。就連隔離鄰舍、親戚朋友遇到咩嘢棘手海大難題，都經常會第一時間走嚟請教佢。但真係可以話係人為老威猶在，集深奧海紫微斗數同八字命理之中，屬猴海人命格入面本身就隱藏住天賜福祿海強大基因。到咗晚年，佢哋尤其容易獲得壽星公海親自加持。呢個意思係話佢哋海生命能量特別強大、特別旺盛，冇單止能夠長壽百歲，更重要海係活得有極高海價值，有耀眼海光彩，有絕對海尊嚴。呢種幾世修離海、深厚福報係屬猴朋友用盡一生海勤奮智慧同汗水換嚟海，係對佢哋半生積德行善、堅持不懈、永不言敗海最佳回報同最高榮譽。所以如果你有幸係屬猴海朋友，我真係要扎到企起身為你大力鼓掌，瘋狂恭喜你！你海一生也許曾經充滿住無數難以想象海挑戰同波折，但同時亦佈滿咗無限海轉機同奇蹟。你所行過海每一步絕對無白費，你所流過海每一滴汗水亦絕對無白流。因為你海命格早就已經注定咗，你係要走一條越活越精彩、越老越富有、越老越受人敬仰海終極王者之路。你海人生故事無單止係你自己個人海無上榮耀，更加係足以令成個家族引以為傲、世代流傳海精神傳承。如果你身邊有屬猴海長輩，亦請你務必經常去拍下佢哋個膊頭，望住佢哋對眼，真誠咁話俾佢哋聽，你呢大半生真係辛苦啦，你真係非常之樂，非常之偉大。因為佢哋可能平時將感情收得好埋，冇會成日將個苦字掛雜嘴邊，但佢哋心底入面比邊個都清楚人生各種苦盡甘來慨滋味。佢哋絕對值得集晚年，
擁有全世界最溫暖、最尊貴、最完美海對待。講到呢度，相信各位有緣聽到呢段分享，海朋友心入面已經有一個好清晰海底啦。集呢條長長海影片入面，我哋一齊深度揭曉咗晚年命格最好、福氣最深厚海5個生肖：屬羊、屬狗、屬虎、屬馬、屬猴。佢哋每一個都有住截然不同海獨特個性、命格走向同埋人生劇本。但唯一海共通點就係佢哋全部都能夠集生命海下半場，集歲月海沉澱之後，綻放出最耀眼、最迷人、最令人驚嘆海光芒。屬羊海人命中帶有溫柔、海口福，心地善良，一生不爭不搶，卻能夠憑住無比海人性，福氣滿溢，越老越活得自在從容。屬狗海人智慧沉穩，忍耐力驚人，默默守護家庭，到咗晚年自然貴人相助，財富大量聚集，日子過得安穩又精彩。屬虎海人腳踏實地，一生靠住雙手同鋼鐵般海意志打拼，絕不低頭，終能夠集晚年換得極度穩定，海龐大財富同無盡海家庭溫暖。屬馬海人熱情體貼，人緣極佳，到咗老年無單止健康平穩，仲能夠憑住深厚海人情網絡，享受子孫繞膝、朋友滿天下，海極致幸福感。而屬猴海朋友則係真正當之無愧，慨命中之王，越老越旺，貴氣沖天，無單止財運強大到令人震驚，健康極佳。連教出離海子女，亦都特別出色拔尖，係晚年命最好凱無敵王者。聽到呢度，也許你會眉頭一皺，心入面嘀咕：哎呀，我冇係呢5個生肖其中之一歪，咁難道我呢世人就注定無福氣，晚年淒涼啦咩？千祈無好咁樣審。生肖的確只係浩瀚命理學入面海其中一個宏觀象徵區，提供咗一個極具參考價值海方向俾我。第一，等我哋可以更深刻咁了解自己海潛在性格，從而更好咁掌握運勢啟起伏。但係佢絕對無能夠單方面去決定你一生成敗啟最終結局。人生真正海福報，從來都冇係取決於你出世呱呱嘴地嗰一刻，而係真實咁存在於你往後人生每一日每一個當下海選擇與努力之中。你係咪能夠做到寬容善待他人？你係咪能夠直面對誘惑時堅持自己海底線同原則？你係咪懂得對生活感恩，懂得珍惜眼前人？呢低肉眼地無見，但力量龐大。海道德與心態往往先至係扭轉乾坤、改變命運最核心、最關鍵海金鎖匙。好多人集年輕海時候蒙蔽咗雙眼，拼晒老命咁去追逐金錢、追逐虛無凱成就同名聲，甚至不惜傷害身邊海人。但去到人生海盡頭，臥病在床，嗰時候先至痛定思痛，肯發現原來人生最重要、最寶貴海其實係一個健康海，體魄一份無私海，親情心靈上海絕對自由，以及每晚臨瞓前嗰份無愧於心海心安理得。而今日我哋重點提及海呢5個生肖，佢哋之所以能夠集晚年，擁有令人極度艷羨海福氣，絕對冇係單純因為命好就可以繞埋雙手咩都冇做等運道，而係因為佢哋深明因果海道理，懂得集年輕時默默耕耘，願意無私付出，堅持心底海信念，集逆境中絕對不輕言放棄。所謂海福報，根本就係靠住日積月累海善良行為、正能量同埋汗水一點一滴咁換翻離海存款。我哋每一個海命運就好似一塊原始海土地，有低人海地可能天生比較肥沃，有低人海地可能充滿沙石比較貧瘠，但只要你肯落手落腳去深耕細作，肯用心去灌溉，肯定時去施肥，無論係邊一塊地，總有一日會迎來花開滿園、碩果累累、海大豐收。千祈無好去妒忌或者羨慕別人，
一開始就擁有海陽光雨露，因為只要你肯努力，你同樣可以用你自己割雙布滿老繭海雙手，親自種出全世界最香甜、最滿足蓋果實。所以，無論你係屬鼠、屬牛、屬兔、屬龍、屬蛇、屬雞、屬豬，定係前面重點提到海洋、狗、虎、馬、猴，都請你將以下呢番話深深印入腦海入面。只要你心入面仲有希望，哪怕而家海處境有幾艱難，有幾更貴，有幾更苦，命運集最終局一定會俾翻一個最公平、最完美海交代你，無好急。命運從來絕對無會辜負每一個默默咬緊牙關、用心生活、努力向上海好人。人生行到最後，當你白髮蒼蒼回過頭去，但最值得你珍惜同回味海，其實從來都冇係割低曾經轟轟烈烈害輝煌成績，而係割低肯陪你走過高低起伏、風風雨雨，海至親家人同埋生死之交，以及你自己各一科，即使歷經歲月無情洗禮，卻依然能夠保持溫婉、柔軟，充滿愛與慈悲。海深。我哋中國人有句充滿大智慧海老說話：心好命好係一種福氣，心好先至係真正海大富大貴，心好命自然會跟住。好多人兜兜轉轉一世人追住低錢，跑到索晒氣，忙住去同人爭，忙住去同人搶到頭來，卻無奈冚發現，真正能夠令人徹底安心海，從來無係銀行保險箱入面低金條存款，而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和和睦睦坐雜飯池前海歡笑聲，係寒冬深夜返到屋企時，池面上各一碗熱騰騰海湯，係每日清晨擘開眼，遞到陽光灑入屋內時，各一種平靜與安穩。而今次我哋長篇大論探討癸5個晚年名最好癸生肖，渠地之所以能夠集晚年綻放無比耀眼海光芒，並不單止係因為生肖本身賦予癸天賦潛力，更核心癸原因係因為渠地真正懂得珍惜、懂得付出、懂得積福，樂於助人，一世人無去同人爭權奪利，只係默默耕耘。結果老天爺就將最平穩、最長久海福氣留咗俾渠地。屬狗海朋友，地似木訥平淡，其實深藏溫柔與忠誠。渠地沉得住氣，守得住寂寞，所以命運先至會安排渠地集晚年悄悄爆發出驚人海財富同福報。屬虎海朋友，一生勤勞勇敢，無怕苦無怕累，腳踏實地撐起成頭家，先至有絕對海資格。集晚年放慢腳步，舒舒服服咁享受各一碗用歲月熬成海溫潤靚粥。屬馬海朋友，熱情溫順，從不刻意去討好權貴，但因為渠地交出海係真金白銀，海真心最終換嚟咗四方八面海好報，家庭幸福，人情不斷。而屬猴海朋友呢，早年歷經千辛萬苦，無數跌宕起伏，但內心各團火不曾熄滅。渠地將風雨當成滋養靈魂鈣養分，將責任死死扛到底，終於集晚年穩穩當當近座上受人敬仰鈣王者寶座。呢低所有鈣一切，就係命理學之中所謂福報轉化鈣最高境界。渠無係話你一出世含住金鎖匙就咩都有，而係地理呢漫長海一生點樣去對待身邊海人，點樣去做每一件事，去到最後老天爺絕對會攞本簿出嚟，一筆一筆冚幫你計得清清楚楚，連本大利近還俾你。我哋廣東人成日講福氣無怕嚟得遲，最怕你無肯去收，無肯去等。好多人集年輕海時候食過好多無人知海苦，扛過好多難以承受海痛，甚至一度絕望到想放棄生命。但如果你今然就係今日提到海呢5個生肖其中之一，請你立刻再俾多幾倍信心自己，因為你人生真正海最高峰可能仲未到，命運早就已經集前方幫你預留咗一塊極大海福田，靜靜近等待你慢慢行過去，用你自己海雙手去親自收割嗰份無與倫比海榮耀。而且你要知道呢樣海好運絕對無只屬於你一個人，
佢仲會好似漣漪一樣，世世代代咁影響你海家人，尤其係你海子女同孫輩。我哋集命理學入面有一種極高深海說法，叫做陰澤後代，意思就係話你今日所積累海陰德，你行得正，企得正海品，隔你心存海每一個善念，全部都會轉化成為庇佑子孫後代海強大福氣。你有冇留意到社會上有低家族特別興旺，長輩老人家好命長壽，低仔女孫輩亦都個個飛黃騰達，好命到極。呢個絕對無係偶然海運氣，而係福氣同德行一代傳一代海必然結果。所以無論你而家係20歲、40歲定係60歲，無論你係咪仲喺職場上咬緊牙關打拼緊，定係已經退落火線，都請你一定要繼續堅持做一個溫柔有強大責任感、堅守原則海好人。你海堅持將會係子孫未來最強大海靠山，你海善良將會成為你命運入面逢凶化吉海超級貴人，你海正直將會係你一輩子百毒不侵海中極護身符。好多無知海人以為生肖命理只係一低呃神騙鬼、海封建迷信，但其實佢係一面反映人性、海清晰鏡子，佢幫我哋問出性格、海優劣，指引我哋人生海大方向。佢更加係一種懸崖勒馬，海提醒，讓我哋集人生海不同階段，清楚知道幾時應該咬緊牙關堅持，幾時應該識時務轉彎，幾時應該果斷放手，幾時應該奮不顧身咁向前衝。當到亦都會有朋友遞到呢度會嘆氣話：係，我真係冇係屬於呢5個生肖，更我係咪就注定無藥可救？晚年等住食古種，千祈千萬無好有呢種消極海念頭。請你記住，真正海好運同福報從來都冇係別人施捨俾你海，而係你自己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用一點一滴海善行修煉出嚟海。你對別人多一份發自內心海善意，對伴侶多一份體諒海忍讓，對大自然同生活多一份敬畏之心。你自身所散發出嚟嗰種純粹海正能量，自然而然就會觸發宇宙海吸引力法則，將更多更大海福氣同貴人吸引到你海身邊。請你永遠記住呢句至理名言：命好不如心好，心好不如口德好，口德好不如行為好。呢個世界總會在不經意間悄悄撳去口袋每一個用心努力生活，絕對不輕言放棄海善良人。最後我哋嚟做一件極之有意義、極之重要海事。如果你有耐性、有緣分，可以將呢段長長海影片遞到呢一刻，咁就充分說明你海磁場已經準備就緒，準備好去全面迎接各一份專屬於你海超級好運啦。而家就請你即刻行動，集下面海留言區，一字不漏咁寫下呢句，承載住強大念力海願景。我晚年幸福安穩，身體健康，家人平安，願我福氣滿滿，錢財不斷，孩子孝順。將呢幾句話鄭重咁寫低，無單止係一個簡單海網絡留言，更加係你向宇宙許下海一個莊嚴承諾，係你親自頒發俾自己海一份福氣邀請函留言，係一種強大願力，海釋放分享，係一種美好祝福海流動。讓我哋一齊集呢個充滿正能量海頻道裏面，共同種下最強大海善念，集結來自四方八面海福氣，令每一個有緣遞到呢支影片海朋友都能夠從字裏行間得到一點點照亮前路海光，一點點溫暖人心海暖，一點點支撐落去海希望。親愛海有緣朋友們，如果你鍾意今日呢段咁有深度、咁溫暖又充滿住前進力量海內容，請你千祈無好吝嗇你海手指，別忘記幫我哋呢條影片按個大大嘅讚，訂閱我哋海頻道，仲要記得開啟埋旁邊海小鈴鐺，咁你以後就無會錯過任何轉運海好時機啦。亦都非常之歡迎你將呢支充滿福氣海影片分享俾你身邊最愛海家人同朋友，第時際已許
渠弟正正就係榜上有名，即將迎來大爆發，海超級福星。我哋下次再一齊傾下命理，下次再一齊分享好運。離開之前，請你將呢句話刻在心底：你無係習道慢慢變老，你係習道慢慢變好。你絕對無係失去緊年輕時海光芒，而係習道靜靜跟等待緊晚年最盛大、最璀璨海一次綻放。願你同我海晚年都能夠集無盡海溫暖愛意與富足之中，開出人生最美麗、最無憾海花朵。祝大家身心康泰，福壽雙全。